大家好，我今次同大家分享，我喺一間都幾近地鐵站嘅酒樓飲早茶。呢度嘅飲茶環境好似都幾唔錯，同埋樓底都算係幾夠高。呢間酒樓所在嘅地區，我都係第一次嚟睇有咩飲茶優惠。我又想發掘下其他冇咁熱門嘅地區酒樓，所以我今次就嚟呢區試下飲茶，同大家分享。佢哋喺平日12點半前嘅早茶時段，茶錢係5蚊，同埋係大部分點心嘅價錢都20零蚊。我一盅2件試咗2款，唔係每一間酒樓都供應嘅懷舊點心。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就喺前面嗰座中國船舶大廈嘅裏邊。去酒樓飲茶係需要搭扶手電梯上去1樓。到達1樓喺前面挨住右手邊嗰間就係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。我跟住行入裏邊係見唔到有知客招呼，係有一位員工坐喺收銀台裏邊問我幾多位。我嚟到酒樓嗰陣時已經係朝頭早嘅10點9。我行入去嗰陣時都見到好多都係2個人一齊嘅顧客。一路再行入去，見到大電視機呢邊係擺放咗一啲嘅圓形大台。呢度嘅地方又唔算話好大，成個飲茶大廳都擺放咗唔少嘅座位。當時見到啲座位擺放就唔算話好逼狹。裝修方面睇嚟係一種宴會廳嘅會所設計。佢哋嘅地下仲係全部鋪晒呢種嘅無縫木地板，可能係為咗夜晚喺度搞 party 宴會嗰陣時可以喺度跳下叉茶或者華爾茲。呢度飲茶一個人係需要搭台，2個人或者以上先至唔需要同其他人坐埋一齊。我嚟到嗰陣時啲顧客就唔係好多，所以呢張細台我一個人可以自己坐晒。我喺坐低嗰陣時開咗壺嘅鐵觀音，佢哋供應嘅係屬於一個茶包。喺平日星期一到星期五嘅早市時段，朝頭早7點半至到中午嘅12點半，每一位嘅茶錢係收5蚊。喺禮拜6日同埋假期係冇呢個茶錢優惠。我係有問過酒樓喺午市同埋下午茶嘅茶錢係會收12。喺禮拜6日同埋公眾假期，每一位嘅茶錢都係收12。跟住睇埋呢張早茶單嘅價錢同埋有啲乜嘢。呢張早茶優惠單嘅點心供應時間係平日嘅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朝頭早7點半到中午嘅11點9。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只會供應到10點45分。跟住睇落下低有3款嘅中頭飯同埋2款嘅生滾粥，每一款係26蚊。喺張單嘅左邊有一份43個8嘅超值組合，喺10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再睇隔籬仲有一款超值組合，價錢係36個8，都係一樣有10款嘅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跟住下低嘅鮮味巧手尾點，一共有10種嘅選擇，價錢係分開5種，最平價錢係13，最貴嗰款係33。再睇埋隔籬嘅特別推介，一共係9樣嘢嘅選擇，價錢係分開4種，最平價錢係23，最貴係33。我就喺呢張早市精選優惠嗰度要咗一份36個8嘅超值組合。喺選擇方面，我要咗一份鵪鶉蛋花菇燒賣，同埋要多樣生煎涼瓜鯪魚餅。我今次揀呢2樣嘢，覺得似係一啲懷舊嘅點心，同埋其他酒樓應該唔係每一間都有得供應。落咗單之後，佢哋係會出翻呢張顧客點菜記錄。等咗冇幾耐，首先嚟到就係生煎涼瓜鯪魚餅，一碟鯪魚餅一共係有3件。初步望落喺外觀同埋賣相好似都幾唔錯，同埋見到用油嘅份量又唔係好多。喺隻碟嘅面頭見唔到好多油鋪滿咗喺度，用筷子夾起嗰陣時見到兩邊都煎得幾均勻，同埋睇落去好似都覺得幾香脆。呢件鯪魚餅兩邊都煎到有啲幾均勻嘅金黃色，睇落係冇嗰種煎到過咗火嗰啲情況，同埋望落去都好似幾厚肉同埋幾紮實。份量方面係有翻咁上下，係可以遮晒成隻匙羹麵好多。我跟住用匙羹將件鯪魚餅分開兩邊嚟睇下裏邊，見到中間壓扁咗個鯪魚肉同埋其他嘅配料，魚肉嘅顏色望落好似都幾雪白。我再用筷子揭嗰層外皮望下裏邊，見到喺裏面嘅配料係有啲蔥花，有啲整碎咗唔係好大粒嘅涼瓜喺埋裏邊，亦都有啲整碎咗嘅細細粒嘅沙葛。喺食落口嗰陣時，外皮係覺得幾爽脆，有一啲香香地同埋少少燶燶地嗰種味道。鯪魚肉就覺得算係幾鮮甜，同埋係一種嫩滑嘅口感。同時喺埋裏邊嘅涼瓜同埋沙葛嘅配料，令到呢份魚餅仲有啲甘甘地同埋啲爽甜嘅味道。呢一份生煎涼瓜鯪魚餅整體嚟計，我覺得算係唔錯嘅。如果再配埋一啲豉汁過嚟，可能效果仲好。跟住嚟埋一籠係有3件嘅鵪鶉蛋花菇燒賣，睇嚟呢一款鵪鶉蛋燒賣似係一種懷舊點心。初步睇落去外形同埋賣相好似都幾唔錯。份量方面同隻匙羹麵差唔多大細。嗰一件嘅燒賣外皮將隻鵪鶉蛋同埋燒賣嘅餡料一齊咁包住。喺鵪鶉蛋下低個燒賣嘅份量好似都算係幾足夠。呢隻鵪鶉蛋外形就比較圓，嗰層嘅蛋白望落咗幾光滑。我用筷子拆開隻燒賣，見到裏邊有啲豬肉碎，有3嚿嘅蝦肉同埋少量嘅花菇。喺入口嗰陣時，嗰層燒賣皮算係幾幼滑，同埋都算係幾夠薄。鵪鶉蛋食落去嗰陣時係有彈牙嘅口感，喺裏面蝦肉就唔覺得有啲咩雪藏嘅味道，不過覺得算係幾爽甜。
花菇同埋豬肉碎一齊嚟食嗰陣時係有啲咬口。呢一份鵪鶉蛋花菇燒賣，整體嚟計都算係可以接受。呢度埋單係唔需要行出去，係有員工攞張賬單嚟收錢。如果用八達通支付嘅話，就交張八達通俾佢，拍完之後佢會拎翻嚟。我今次喺度早茶一盅2件，要咗一份36個8嘅超值組合，一個茶錢5蚊，連埋加1，總數46。跟住睇下佢哋呢張嘅正價點心單，佢哋嘅點心係冇分大中小點嗰一類，每一款點心都係注明咗價錢，同埋張單嗰度係冇注明唔同時段有唔同嘅收費。喺張單嘅左邊有8種選擇嘅就金香酥脆，再睇落下低嘅包點料理，一共有3種嘅選擇，再睇下低嘅精藝甜品，一共有5種嘅甜品選擇，最下低嘅甜品係精品13腰，每一隻係18，不過又最少要2隻，如果要晒一套13隻嘅話就188。再睇隔籬嘅巧手美點，一共有13種嘅選擇，喺下低仲有6種唔同口味嘅爽滑腸粉，喺最低嗰度有一款經典鴛鴦腸粉，價錢係68。跟住再睇隔籬有6種唔同嘅點心圖片推介，再睇埋下低亦都有6種唔同點心嘅圖片推介。喺午市時段嗰啲特價單就放喺台面，我順便攞埋嚟睇。佢哋嘅午市優惠精選有20款鮮製點心，每一款一律26。喺張單嘅左邊有一份可以4位用嘅百食不厭自選套餐，價錢係188。首先喺上邊嗰10款點心裏邊選擇3款，再喺下低嗰7款粉麵飯選擇1款，喺下低仲有5款嘅特別推介，每一款嘅價錢係98。喺隔籬一款198蚊嘅皇牌滋味組合，先喺上邊嗰3款燒味嗰度選擇1款，跟住下低5款粉麵飯再選1款，喺下低仲有一份168蚊嘅皇牌滋味組合，喺6款小食裏邊選擇2款。再喺下低4款菜式裏邊選擇1款。我問酒樓攞埋呢張下午茶單睇下有啲乜嘢，佢哋下午茶嘅點心供應時間係2點至到3點半，結賬離座最遲嘅時間係4點。下午茶時段佢哋潤燒蒜香脆皮乳鴿，每一隻係48。喺下低嘅超值孖寶，每一份係38個8，喺11種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喺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呢份超值組合係會加5蚊。喺張單嘅左邊有8樣嘅滋味小食，每一款都係48。喺下低嘅珍熬粉麵飯有9樣嘅選擇，價錢係分開56同埋68兩種。跟住下低係明爐燒味湯瀨粉，每一碗係38。最底嗰度有2種嘅田園時蔬，每一款係48。跟住係有10樣嘢嘅特別推介，每一款嘅價錢係分別23、26、28同埋38。再睇埋下低，一共有13種選擇嘅就係鮮味巧手美點，價錢分別係有18、23同埋26。頭先睇過嗰啲點心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，每一款嘅點心係會貴返啲。最後係講交通，我係坐地鐵嚟到呢個荔枝角站，再喺呢個 B1 嘅出口向前直行。去飲茶嘅路徑就好簡單，只係一路向前咁行。首先係橫過呢條大南西街嘅馬路，過咗馬路再繼續向前行，行冇幾耐，跟住再橫過埋呢個江昌街嘅路口。過咗馬路再行前多少少，就已經可以到達我今次飲早茶酒樓嘅位置。酒樓就係呢一座中國船舶大廈1樓，跟住乘搭扶手電梯上去上邊酒樓。我今次飲早茶酒樓就係呢間星公館，地址係喺九龍長沙灣道650號中國船舶大廈1樓。由地鐵站步行到過嚟呢度，大約時間係4分半鐘。各位，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，仲未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！下條影片見。